嗰30包擴充包嘅卡盒係嘛？好，事不宜遲，依家開埋。A few moments later. 16包卡包都係分翻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都係分翻3棟10包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10包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都係10包。好，我哋會5包5包咁開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好，盾甲化石，屬性空，探小事。哦，木靜想要佢嘅 SR 或者 SAR 都 OK 嘅。跟住古勒頓問卷卡，圓影娃娃，火爆猴，球球海鮮，速溶組手下，咒怨娃娃，問卷卡，頭蓋化石，落雷獸，好拉油，咦，暗影能量，暗影能量，小霞的朝氣，問卷卡，藝堂草，迷唇姐，禿鷹拿，筒嘴大鳥，薩哥德，問卷卡，燒火工，花樣海鮮，銅鏡怪，呢個就 R 卡，呢係護城龍嘅 R 卡。U 暗黑靈，哦，土光鮑魚，哦，繼續，另外5包，好，我決定拆晒啲卡包佢先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好，首先開咗左手邊先嘅5包，有頭蓋龍、獨角金魚、強岳母雞、強岳雞母蟲隻，咦 ？SR 啊，喂 ，SR 喎，好似露咗少少陽相，不過係支援者嚟嘅，留翻低，後面再開，露咗馬夏多問卷卡，
盾甲龍、落雷獸、燈火幽靈。咦？有隻 A 號出咗嚟喎，係咩？係咩咧？係咪我要嘅外殼獸咧？外殼獸，A 號嚟喎。啊！佢怕拳頭啊，即係無屬性啦。會唔會係嗰隻筒嘴？係啊，真係筒嘴大鳥啊！筒嘴大鳥，哇！筒嘴大鳥都好靚啊！呢張 AR 唔錯。入翻個卡圖畀你先。筒嘴大鳥，好烏賊喎，問卷卡，牛叫溪，羅釘地鼠，冇斯摩茶。斯摩茶、古空物語、木正、問卷卡、願影娃娃、雷電寶、重電寶，sorry，重電寶、盔甲鳥、破破陀輪、格拉格歐的決戰、問卷卡。好啦友、猴怪、下石鳥、來杯粗茶、密勒頓、問卷卡、壞，好，之後嗰5包中間嘅。左中右咁開，中間啦呢一度。小篤兒、呆收、盾甲龍、豪曼炸彈、胡大道、問卷卡、斯摩茶、燈火幽靈、禿鷹丫頭。外殼獸啊，正啊！抽中咗我想要嗰隻外殼獸啦，中多 yes！ 好靚啊，外殼獸！等我入翻個卡圖畀你先。唔錯，外殼獸。佢招技能係一乾二淨，一粒超能量。若自己一張手牌都沒有，則增加160點傷害，再加埋本身招傷害一乾二淨50傷，就即係有210傷。仲有3粒能量，就出意念頭錘110攻擊力。OK， 好，繼續。直多男人，問卷卡，頭蓋化石，願影娃娃，燒火弓，從事徽章，海豚俠，問卷卡，銅鏡怪。偷兒湖、重電寶、格拉歐奧的決戰、雷電獸、問卷卡、波普海豚、迷唇姐、
牛叫契，馬下刀，估空勒魚，冇咯問卷卡。好，之後到中間5包，盾甲龍、波普海豚、偽糖草。喂，有張 AR 喎，唔係喎 RR 嚟喎，RR 係藍色底喎，唔通係鯨魚？鯨魚係啊，真係鯨魚啊！烤鯨王啊！哇，好靚喎，烤鯨王都喂，哇係粒豆豉眼閃下閃下幾得意喎！豆豉眼嘅鯨魚，好，俾翻個卡套佢先。噔噔，幾靚啊！今集嗰啲 RR 卡都整得唔錯。胡大道問卷卡，火爆猴、燒火蟲、禿鷹丫頭。哦，西施海王原來都有 R 卡，R 卡版嘅西施海王。擺返喺度先。紅曼炸彈問卷卡，花樣海鮮，小篤兒，陳舊的盾化石。喂，又係 RR 喎。會係咩咧？綠色底，有啲黃色嘅，會唔會係電貓咧？啊，真係電貓！超級捷拉奧拉。翻卡圖，今次新卡包做啲 RR 卡靚仔咗喎，好似真。好，跟住氣勢猴問卷卡，強惡舞嘅雞毛蟲、銅鏡怪、喇叭啄鳥、秋龍炮蟲啊！喂，化石採礦場問卷卡，燭光靈、禿鷹啊！球海鮮、青銅鐘、海豚校問卷卡。好，右手邊嘅5包卡包，猴怪、焚炎宮、下石鳥。喂， SR 嘅能量轉移啊，原來係。哦，有多張能量轉移，入翻個卡圖俾你先。之前嗰一集嘅30包礦工卡包都開到一張能量轉移嘅 SR 卡，今集都開到。唔錯，幾靚。好，繼續。密勒頓問卷卡，偽糖草、烤鯨、落雷獸、咒怨娃娃、叔竹早手下問卷卡，頭蓋龍、偷兒湖、喇叭啄鳥。有隻 R 卡，哦，銀半戰獸。好，銀半戰獸，破陀輪問卷卡，獨角金魚，嘆小事，呆獸。喂，
福特電能量喎。只要這張卡附於寶可夢身上，視為共一個電能量。附有這張卡的電寶可夢使用嘅招式，對對手的戰鬥寶可夢造成的傷害加20。哦，有得加攻擊力啊！原來粒能量。好。小霞的招氣。好，問卷卡。禿鷹啊，猴怪，熱帶龍，外殼收，賴杯茶粗茶。哦，問卷卡。好，最後一沓就一次過開9包呢個，唔係呢個係4包，sorry 啊4包，因為頭先開咗個5包，4包呢個係波普海豚、下石鳥、溪膠夫、黑暗靈、秋龍炮蟲。問卷卡。烤烤鯨、燭光靈、喇叭啄鳥。喂 AR 嘅紅蓮騎士啊，哇都靚喎，火屬性 AR 嘅紅蓮騎士都不錯啊，張 AR 真係入翻張卡圖俾你先。哇，唔錯，紅蓮騎士都好，繼續。青銅鐘問卷卡，羅釘地鼠，偶叫契，焚炎宮，R 嘅花岩怪，氣勢猴。問卷卡，咩啊？小篤兒，我爆配呢？斯摩茶，禿鷹丫頭，咦？有隻 RR 喎，黑到咁，係咪打黑來煙？唔係喎，係 RR 版嘅莫路貝可啊！哇，都靚喎，莫路貝可，仲有張金魚喎。問卷卡，喂，張莫路貝可都靚喎，哇！哦，好嬲嘅樣。哇，好靚好靚，好，唔知會唔會有 last pack magic？last pack magic，最後一包，你顯示到 last pack magic？哇，咁脆弱嘅！爆配係咪呢度咧？好，重電寶、迷唇精、盔甲鳥、盔甲鳥啊！咩盔甲鳥、盔甲鳥 ？sorry 啊！有隻 RR 喎，係咩咧？粉粉地紅色，藍藍地，哦，原來係超級水晶燈火靈 EX， 冇咯，烏賊喎。好，問卷卡，入翻張卡號俾個燈火靈咧。
幾靚。好，冇對我哋壓軸出場嘅保底卡係咩咧？係咩咧？係人物嚟啊？定係？希望聚到木tinh，甩一甩個底先。係 SR 嘅109號，係咩咧？係咩咧？係咩咧？哎呀，係格拉歐奧的決戰，都幾靚喎，SR號卡，幾靚幾靚。唔錯唔錯都，這張卡只要在自己的手牌只有這一張時才可使用。在這個回合，自己的寶可夢擁有規則的寶可夢除外，使用的招式對對手戰鬥寶可夢造成嘅傷害加80點，即係加傷害。好，畀返個卡圖你先。可以加80點傷害喎，呢張卡。好，嚟做個總結先嚇。呢盒卡包呢，就開到2張 SR 啦。咁呢 2張 SR 就係一張係能量轉移啦，一張就係格拉吉奧嘅決戰啦。係啦，咁 AR 呢就開到3張嘅。咁有咩呢？就係桶嘴大鳥啦、呆殼獸啦，同埋紅蓮騎士嘅都不錯。跟住呢 RR 卡有咩呢？就係有呢個超級水晶燈火靈 EX 啦、莫路貝海 EX 啦，仲有我哋嘅電貓超級捷拉奧拉 EX、烤鯨王 EX。好，呢度就係你嗰額外嗰10包嘅獎勵，就2張 AR 1張 SR 嘅晚宮手足 SR， 同埋1張 AR 嘅偽糖草啦，仲有1張 AR 嘅西施海喎。好，今集嚟到呢度啦。好，我哋就用奇種子嚟做結尾啦。好多謝大家睇到呢一度，非常之感謝啊！鍾意我爆卡嘅朋友或者觀眾們呢，可以訂閱、分享同埋留言嘅。留言同我講下你哋抽到啲乜嘢卡啊！好，拜拜啦各位。